另外，要来看到台北市长郭文哲2020年大选了后，去到澳洲访问10天，真罕得接受台湾媒体访问，伊嘛真清楚讲，2022年县市首长、议员，也有乡镇市长，拢会推选代表出来选，要来展现伊的目标。做伙来听郭文哲详细的讲法。那我想是这样的，布拉格有权利跟世界上每一个城市去做朋友嘛，所以大陆方面对布拉格也不需要去说你可以跟谁做朋友，你不可以跟谁做朋友，我想这也不必要的。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的，还是那一句话说，我们认为布拉格有权利跟全世界每一个城市去缔结姐妹市嘛，但是他们不应当被限制。第二题，2022在新竹市将推派市长人马。这个题目很奇怪，2022我们会在很多县市都会推派，不管是市长啦或议员啦，甚至是那个乡镇长或那个乡镇民代表都有可能嘛。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题目特别标出新竹，因为我们不止新竹，很多地方都会推出候选人啊。其实立法院本来就是可以理性务实理性的来讨论问题嘛。第一点呢，民生议题应该优先是没有问题的哈。第二点，对台湾民众党来讲，我们只要是民生议题，你知道，我们在不同的题目都可以跟不同人的合作嘛。只要他讲的有道理，我们都跟人家合作嘛。所以我也觉得尽量避开这种意识形态的争执啊。所以我们甚至我们在台北市政府，你知道，我们的会议厅里面还挂了4个字，你知道，民生第一。所以我想这也是他民众党在立法院的一贯态度了。好，在第4题，选前之夜跟郭董对话，是不是有提到说为什么喜欢蔡壁如，很多人不喜欢他这件事情？那在电话里面，郭董跟我说，他很喜欢蔡壁如。我说会吗？我说很多人都很不喜欢他，因为他很白目了。这个老实讲，他就是属于那一种表情都写在脸上的。所以坦白讲，他也不是政治人物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就开玩笑，跟郭台铭讲说，你怎么会喜欢他？他很白目呢。2022跟2024会不会再跟郭台铭持续合作？我倒觉得是这样的，这也没有什么合作不合作的问题嘛，还是一样，合作不见得讲10件事情10件都要合作嘛。如果10件事情有5件相同，那就5件合作啊，那不相同的就各干各的。我倒是用这种，其实只要用这种态度，你知道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叫做不可合作，反正只要有合作的项目就合作。你说有争议的题目，那就不要碰就好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的。好，最后一题。市长怎么看王世坚说蔡英文连任要跳海，会鼓励他履行承诺吗？我理说他跳下去还会游回来啊？好了，不要开玩笑。